哈哈，这摆有万全的准备，一定会当互苦的人起笑抓狂。哈哈哈！我真正是天才啦，大发财，大发财，大发财！就介意过年前这款闹热的气氛，做伙来去看要买啥物，转去过年，足闹热的。迄搭足侪人咧排队，咱去看卖咧。来哟来哟，紧来看！钱钱家己入大厅，富贵好运归山平。若要钱钱发贵，明年一定会当大赚钱。钱气财神，我嘛要买。新春大发财，食过发之财。系啊，是料理救援队，这摆要使互因发现，我是机器，我是机器。哇，有钱气都用的发粿呢，真有创意。等咧，拄食发粿的人，敢若变甲足激动的。恭恭喜发财，红包摕来，贪财贪财！这发粿闻起来有臭酸味，无啥着。我感觉迄只机器财神，敢若面色面色。这熟悉面的感觉，阮当是鸟车头家。可恶的料理救援队，又搁是恁来破坏我的计划！你到底变啥物？是安怎你会发粿蛋这么称？啥人无爱发财？只要发大发财的口号，大家就手要爱啊！搁有我孤行独一个放生秘方，互人看到钱，目睭就添大蕊。嘿嘿嘿！利用碰风的口号来使弄人，实在足卑鄙的。是因家己想要发财，哪会使怪我？